我做不了。哎呀，你别弄，我真做不了。哎呀！再将这个角折过来，整齐服帖的掖在一起就完成了。我按准了。哎，不用夸我，第1名有奖励我。诸位宝爸，这不是比赛。就给我一张照片，对我这种脸盲症患者也太难了吧？那个，哦，不好意思啊。林一山，你是蒋小姐？好看吗？我就要喝啤酒吃烧烤，我就要吃烧烤。请停止你幼稚的行为。和爸爸一样帅气，和妈妈一样聪明，这怎么不弄一个和爸爸一样聪明啊？在开普勒，87.6%的父亲都希望孩子能继承自己的外貌优势。哎，那为什么不出一个和爸爸一样被迫怀孕的文化生？你们这就是骨子里面重女轻男，物化男性。你在地球策划物化女性广告的时候也没这么正义。我那是工作，是为了迎合市场，跟你们这种骨子里的不一样。这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？只是物化的方式不同罢了。我。你怎么了？放松点儿，是激素问题导致肠道蠕动变慢，引起了腹胀和痉挛，没什么问题。我们来听听宝宝的心跳，确定一下状态。这是什么声音？这是宝宝的心跳声，很强健，一切正常。今后这就是你的办公室了。数据和资料全都在这儿了，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问我。我们这儿的工作分为4块，你快坐吧。好。跟你相关的也就2块，第一是孕体医疗保健，第二是胎儿检测。对你来说应该不难，跟地球逻辑其实差不多。地球？你们的身份姐姐已经跟我说了，不过你千万别跟任何人说了，免得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我是违规操作把你弄进来的。哦，谢谢你。哎呦，哎，你怎么了？我心脏好疼啊！啊，你没事吧？肯定是刚刚等你的时候，每一秒都太煎熬了。
原来你们这儿也流行土味情话。你们地球不都这样吗？我昨天刚看了2部爱情片儿，学2句试试。他不会精神有问题吧？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代孕博士，我们发现蒋一威陪一个男的去上孕妇辅导课，男的举止怪异，已经收到集体投诉报告，让他参加强制课程，进一步观察分析他。徐幼伦，徐幼伦，徐幼伦。江博士，你心跳的好快啊！早。一会儿我们要出去参加强制课程。强制？因为你昨天被集体投诉了，所以必须去上。强制课程我可不去。不去的话，你会被判定为危险孕妇，是要被集中监管的。你玩我呢？